由揮師陪同一齊出嚟頒發俾亞軍張耀晨，獎座同埋現金支票5萬蚊。恭喜晒耀晨，點解不上先？恭喜晒！最後咧，我哋仲有文化體育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女士 JP， 同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董事局行政主席許圖先生，加埋我哋舊年嘅冠軍古卓文先生上嚟頒發獎狀同埋10萬蚊嘅支票俾亞軍。好啦，阿博，你上船啦，嚟啦，俾掌聲歡呼好唔好啊？好，多謝局長，多謝主席。好啦，仲有10萬蚊支票啊！耶！點解不上先？好啦，阿博，你可以講下感想，你講下你嘅感想。我好想多謝中年好聲音呢個節目，俾咗我一個重新追夢嘅機會，可以揾翻我曾經嘅夢想，揾翻自信，揾翻我嘅堅持同埋勇氣，而且多謝每一位觀眾，多謝每一位鼓勵我嘅人，多謝每一位戰友，多謝每一位台前幕後嘅每一位。多謝大家，感激每一位評審，多謝。恭喜阿博！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中年好聲音3圓滿落幕，但係我哋每一個都希望中年好聲音嗰種不放棄、勇敢前行嘅精神留喺觀眾嘅心目中，鼓勵大家。曾生，其實好多人問我會中4，究竟中4幾時嚟咁首先好多謝各位咁支持我哋中3啦，咁但係的確大家上下都好辛苦嘅。中4馬上就會嚟臨，但係要俾個時間佢哋休息下，所以原本諗住咧今晚就報名啦，而家改為聽日8點鐘就開始報名啦。